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歡迎收睇華達五金呢個 channel， 我係阿希。我哋公司代理嘅品牌有 Vox、Viha、木井坊、Grace 同埋 Diaga 嘅。今次首次同大家見面，我哋嚟緊將會同大家介紹唔同工具啊！或者你哋想知道咩類型嘅五金工具，記得留言話俾我哋知。我哋亦都好歡迎各大五金鋪同埋工程公司同我哋合作噶。記得睇到片尾有彩蛋㗎。通常我哋做熱縮通或者吹膠膜嗰時，一定係用到熱風槍。今日就同大家講下熱風槍啦。以前我用嗰啲熱風槍，一係就等到敏，一係就熱到燶。哇！不過最近用緊呢部 WU040熱風槍，感覺只有3個字：快、穩、準。咁 Vox 呢部熱風槍同其他牌子有咩唔同呢？首先佢呢度行一個電子顯示屏，有個加減掣。溫度可以按10度咁樣調校，由20度去到600度，非常之細緻。仲有啊，佢呢部機有個自動嘅記憶功能，咩意思呢？就係當佢今次熄機，下次再開翻嗰時，佢就會自動去翻今次 set 好嘅溫度。呢支熱風槍升溫速度真係好快啊！由20度去到600度，只係需要大約30秒啫。呢度有個鎖掣，當你着機嗰時撳咗佢，就會自動長吹，撳多下佢就會取消噶啦。單手操作非常之方便。呢個安全設計非常之周到，佢裏邊嘅電子板如果過熱嗰時就會自動斷電，防止燒機。佢跟機有3個嘴，可以根據唔同嘅材料去使用。呢部熱風槍嘅電池係可以同 Vox 其他20W工具共用㗎。佢一粒5.0電池可以用到20分鐘左右，而且當佢電量跌到非常之低嘅時候，佢都唔會降低嘅溫度，保持穩定嘅輸出。無論你係整緊模型、收縮通、貼緊膜，或者吹得翻啲膠紙，呢部機亦都應付得到啊！好啊，啱啱聽咗我咁耐講咗熱風槍啦，啱啱講咗聖誕節嚟緊又新年啦，你哋屋企一定黐咗好多嘢啦，記得我哋支 Vox WU040熱風槍啦。下次想我介紹啲咩產品，記得留言話俾我知。我係阿希，下次見啦，拜拜。你想用呢支熱風槍我嚟做啲乜嘢？快啲喺我哋嘅 Facebook、YouTube、IG 留言同埋訂閱，我哋會抽出一個幸運兒送一支俾你。